大家平安。咱即时来吟唱，早起时伫礼拜中，咱要做伙吟唱的诗歌。头一首是42首，圣诗42首。咱先来听琴弹一遍。这是大港节的歌，总是透过这个大港节的歌，大港节其实就是咱邀请主出世伫咱中间，所以总是这条歌真晚做出来，是伫20世纪尾所做出来，用巴西的方式，所以唱起来吼，爱有点仔无怎共款咯吼。来，预备，来。请来耶稣愿所唔捌，求主名得着自由，掌管团你一切后边，我命对你的保守，来解救天的同胞，求因出黑暗的夜。你会听，予我的脚心会明白，人生无题。无真实的歌，总是伊真有一个真特别的旋律，甲真特别的节奏。咱求上帝特别扶持，咱过来吟第一节就好，咱吟哦较熟悉看吼。来，预备，来。请来耶稣愿所唔捌，求主名得着自由，掌管团你一切责变，我命对你的保守，来教人受难的同胞，求因出黑暗的夜。你会听，予我的脚心会明白，人生无题。这是咱过来献开圣诗第621首。咱来听琴弹一遍。这条歌是根据英国真出名一本册，叫做《天路历程》。天路历程这本册，迄个书所改写的。所以当咱咧吟的时，咱也透过这首诗歌，知上帝甲咱做伙行。来，勇敢坚固心动。看也真艰苦，无论何派艰苦，军队我求助。虽有希望锐志，还等那有勇气，对祈祷所希望。向前行天路，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请咱陪伴咱的心。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安静心，开始今仔日的敬拜，请走到。
请新任的长职来点席。有声伫旷野白发，为着主准备道路，为着伊修直小路。上帝，必然为何坎坷的所在，变做平地，关家无病的，好好病榻。伫伊面前，手挥摆，才会得到真正的医治甲救赎。这礼拜是感谢的第二礼拜，这支聚会叫做信心，愿信心的光，对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照出来。咱做伙祈祷，亲爱的主，你知我是小信的人。总是由你使用我，因为我相信，只要你使用，我就有智慧甲快乐。面对世间强暴的时，也无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42首，圣诗第42首，请来耶稣愿所5望，请来耶稣愿所5望。吟全首。你做路步，予世界伫心中走，予咱共乐的心花命，前路归顺真道，由你开个命来将来，你成功的久把前，拄起这你的理想。请大家游玩徛地，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对信心投胎，对接受玛利亚出世。因着美亚罗临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落地府。第3日对食粮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面，伊要对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
信果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割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13篇，启应文第13篇，伫圣诗后面1019页，我来启，请兄弟来引。上帝啊，我的心迫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永远的上帝。我迷你用目屎准饭吞，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我对念这个代志。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着仰望上帝，我还久要称赞伊。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内面郁卒。你的瀑布出声，深渊甲深渊三角相呼应。你是上主喜乐伊的阻碍。我要对上帝，我会照盘讲，你哪会袂记得我？我会对敌欺负我，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着仰望上帝，我还久要称赞伊。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互阮三甲聚集伫你的殿院，阮敬拜你，学乐你。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二主日，阮点到第二支的蜡烛，信心，祈求上帝赐互阮信心甲勇气，互阮会当对信心来顺服上帝，也互阮搁一摆来思想阮的信仰。互阮伫面对生活中种种的困难甲挑战，会当照着上帝互阮的信心，性命搁一摆得到坚固。恳求上帝，你的怜悯、保护甲医治，临到全地，会当终止暴力甲战争的威胁，也赐互台湾这块土地，互执政者有智慧来医治、来治理台湾，赐互桃园教会保守牧者终日同工。伫上主的面前有较侪祈祷，领受对上帝来的异象，赐下属灵的智慧，互阮会当同心合意，甲上帝同工。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引带阮的脚步，是阮性命的根基，互阮会当搁较慕你的真理来亲近上主。伫个遮，阮特别为着辛苦白疼、忧伤失志的兄弟来祈祷，恳求主的疼进入因的内心，来医治因身躯甲心灵，会当经历你的大作为，凭着信心来领受你丰盛搁得胜的性命。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祈求，阿门。即时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第8章第1节到14节，创世纪第8章第1节到14节。上帝无袂记得拿阿，以及甲拿阿伫大船内面的情生甲野兽。上帝互风吹大地，
水就渐渐消退。深淹的水源甲天顶的水文拢关密，天无搁落雨，水对地上渐渐退去。152日后，水直直消退。7月17，船留伫阿拉拉山，水搁渐渐退，一直到10月初1，山头才出现。过40日，那阿开伊所做大船的窗仔，放一只乌鸦出去，乌鸦飞来搁飞去，一直到大地的水消退。伊搁放一只粉鸟出去，要看水对地面消退抑未。毋过粉鸟找无休困的所在，就飞转来大船那阿遐，因为全地抑搁有水，那阿伸手接伊，带入大船。7日后，那阿搁放粉鸟出去，到营粉鸟转来伊遐，喙夹一叶新的橄榄树叶，那阿才知水已经消退。伊搁停候7日，放粉鸟出去，粉鸟就无搁转来。到那阿601岁正月初1，地面的水拢干，那阿拍开大船的挂，看到地面已经干。2月27，土地拢干啦。圣经以上。赞美，这是咱请圣歌队来赞美。因要唱的诗歌是安慰甲喜乐的好消息。
即是咱请王牧师来敬的，伊今日要宣讲的题目是“伊无袂记得，伊无袂记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伫即个来讲即个节期，也是要接近冬天的节期，所以不管咱是对什么所在来到即个所在，我相信上帝伫早起时要应允伊的话互咱。当上帝要应允伊的话互咱的时，咱求上帝特别怜悯咱这软正的人，要有法度做一点仔上帝爱咱做的代志。所以我要邀请你，尽可能会当甲，当然有人若无方便不要紧吼，尽可能会当甲你附近的人，甲伊握手问好，然后着迄个比你较小的迄个人为止，你就会当停落来，等伊坐，安尼会使啊吼。若无法度吼。不要紧，因为手这样代志，即摆阁小可敏感，即摆阁小可敏感，所以毋通想讲人大家拒绝咯不要紧。总是你若感觉会使有勇气，会当接触即群人2楼已经开始啊所以1楼的嘛，拜托开始，请开始手握着迄个比你较小的迄个人为止爱真正握着迄个比你较小的安尼表示咱互人温暖，别人嘛互咱温暖所以你若无握着，无准算做伙来祈祷，求主将你的话赏赐阮，互阮听见，去行。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有一位律比对伊的门徒安尼讲：恁着伫死前的一天悔改。伊的学生就真好奇，问伊的老师讲：要安怎知影家己什么时阵会死啊？律比安尼讲，无毋对，咱毋知。所以，逐工拢爱悔改，防止你明仔载就过身。所以，人爱规世人注意伫悔改。就亲像咱顶礼拜第7章24节的所在，咱读到创世纪第7章24节，上帝将大圳的门关起来。然后就开始落雨。换一句话来讲，救恩的门什么时阵会关，咱毋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爱悔改，免得迄个时间已经过。这条大水到底落偌久？圣经咧对咱讲，创世纪第7章17节讲。落40每日，圣经叫安尼描述讲，落雨只是开始尔。24节7章创世纪7章24节咧对咱讲，大水伫地上150天。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无一个受造物会当逃离这个大水。就伫即场大水上。凶猛的时，咱读到创世纪第8章第1节，所以咱来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落来。上帝无袂记得那阿以及甲那阿伫大船内面的精神甲野兽，上帝互风吹刮大地，水就渐渐消退。这就是即场大水开始咧变化的所在。现代中文译本来翻译做，因为科学本啦翻译做纪念，
伫上帝纪念那阿。总是现代中日本搁加一个真特别的，讲上帝毋捌袂记节，到台语的日本嘛安尼，毋捌袂记节，当一个活的，这其实是原文，较接近原文的翻译法。换一句话，原文是用相同的否定句来加强这项代志，所以上帝会记得那阿，甲上帝袂捌袂记节，无共吧？对吧？所以伫原文内底，毋那是咧指即字，毋那是咧指上帝会记节那阿尔。是，搁较讲到上帝记得那阿，上时伊嘛展开行动。上帝因为是安怎？上帝毋捌袂记即那阿，因为伊顺服，就亲像圣经安尼讲，创世纪第6章22节，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那阿就拢照上帝的命令去做。是，咱伫这个世间有可能，咱会感觉讲上帝已经把咱放袂记一啦。就亲像后来上帝嘛透过伊的奴仆以赛亚讲即段话，以赛亚书49章14到15节，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过耶路撒冷的住民讲，上主已经放杀咱，主已经袂记得咱啦，因为安尼。上主回答：老母兼会袂记得食年的婴仔，也是袂疼惜伊的亲生囝。老母若会袂记得，我绝对袂。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咧讲一项代志，恁想讲我已经来恁袂记一人啊？迄个老母绝对袂记得伊的囡仔，就是老母会放袂记是，我嘛绝对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当人看到遐个亲像要毁灭一切的大水，当人互大水包围150天，头一天、头一礼拜、头一个月，有可能咱佫感觉讲，佫挡会牢。150天呢？任何人伫即款的处境内底，有可能拢会想讲，上帝已经彻底放袂记即我。总是上帝会开，嘛会关。创世纪第8章第2节刷落安尼讲，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深渊的水源，甲天顶的水门拢关闭。天无搁落雨。古早以色列人认为，伫上帝还未造天地之前，世界就亲像看无边无界的大水。所以，当伊拍开天窗甲深渊的门，水就安尼规个拢拼出来，就成做原本。古早以色列人掠做迄种世界混沌的款式，当迄个时，就是人会想讲，上帝已经放袂记即阮啊。当上帝放袂记人的时，放袂记即人的时，人只有苦难甲死亡尔。总是当上帝会记即咱的时，就要有毋茫。就亲像刷落来的描述，创世纪第8章第4节安尼讲，做伙来读来。水对地上渐渐退去，150日后，水直直消退。所以150天上高峰，然后水退过150天。当水消退，大地露现，开始有生命。创世纪第8章第4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7月17，船调伫阿拉拉沙山，
大船就停伫山顶，大船就对迄个世界漂流的状况停落来。这上时就代表上帝袂捌放袂记即伊的子民。虽然咱伫头前读到即款的描述，做伙来读即段经节来。所有伫地上用鼻孔喘气的活物，拢死。总是迄是上帝对一个充满混乱、暴力、无知、无方向，甲上帝失去联系的世界的判决。船停落来，表示伊停止受气。创世纪第8章第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水果渐渐退，一直到10月初，山头才出现。阿拉勒山位伫今仔日土耳其东部，伊甲迄个亚美尼亚的边界，有一个叫做万湖的所在。随上这粒山，伫古早的亚述的古文甲圣经内底有侪摆提起这粒山。这粒山悬有5200公尺，比台湾的玉山搁较悬。另外有学者认为，可能毋是这粒，可能是今仔日伫伊拉克境内摩苏尔东北的迄座山。总是不管安怎，船停落来，就表示世界漂流的日子已经结束。这就亲像以色列人的历史，因几若摆经过离开漂流去到应允的所在，这也亲像人的性命。人的性命有时阵若要完整，常常嘛爱经历迄种拔出家己的根，世界漂流，直到迄个上帝应允咱的山头。我嘛毋知影，即时的咱是毋是已经到上帝爱咱停落来的山头？检查咱刷落去，搁要出发。总是不管咱到倒，咱爱知影一项代志：漂流，上帝也记得停落来，搁较证明上帝袂记即属伊的百姓。创世纪第8章第6节到第7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过40日，那回所最大船的长啊，放一只乌鸦出去，乌鸦回来，搁飞去，一直到内地的水消退。真趣味的是，当时差不多同时代的文献内底也咧描述，当时的人会伫大船内底放飞鸟出去，为着要找土地。其实这是古早航海的人所习惯用的手法。不过，那阿其实并无航海，即时已经停落来。伫古早时，有当时啊人会放鸟仔、飞鸟出去，嘛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照飞鸟飞的迄款的形来当做钓头。总是真明显，这毋是那阿伫遮安尼做的目的。伊大声放一只乌鸦，照乌鸦的习性，伊会当食烂去的肉来生活，所以就是水也袂消退，伊嘛会当找到狗仔的食物。所以乌鸦出去无效呢。所以刷来咱读到第8节到第9节的描述，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伊搁放一只粉鸟出去，要看水对地面消退也袂。毋过粉鸟找无歇困的所在，就飞转来大船那遐。
因为全地要有水，那阿顺手接伊带入大船。那对婚教所得到即时阵这个阶段，伊所需要的这个消息。有人认为乌鸦，因为伫圣经内底被看做伫献祭礼仪内底受看做无清气，检采是哪阿先放出乌鸦的原因。总是圣经并无安尼直接描述，因为伫一寡文化内底，乌鸦改成有负面的溃烂。总是嘛有一寡文化内底认为乌鸦是真吉祥的动物，所以不管安怎伫遮，只有婚教达成伊即时的任务。创世纪第8章第10节到11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7日后，拉阿搁放婚教出去，到下暝，婚教转来伊遐，水甲一叶新的橄榄树叶，拉阿才知水已经消退。婚教的习性是无法度背真久，嘛拢大概是伫较低的所在。婚教若加一叶橄榄树叶，就表示橄榄树互大水淹捌了后，到现在已经生出新的叶，这也象征大水了后新的生命甲未来的丰盛。橄榄树的生命真强，所以袂凊彩就死去。这个新的叶，互拉阿知影，大地已经对大水的毁灭中慢慢来复原。创世纪第8章12节，做伙搁来读这段经节来。伊搁听候7日，放婚教出去，婚教就无搁转来。伫遮一寡数字，新亚教有做出解说，所以检采咱嘛会当来 quote 来号做圣经数字学，圣经数字学。当大船停去到山顶，过40日，拉阿才开始行动。所以一般40这个数字，伫圣经学者来看，被认为做一段完整的日子。听有意思吼？一段完整的日子。所以这个后来40也放伫摩西的一世人。摩西一世人就是3个40。了解吼？了解这个意思吼？所以对圣经学者来看，这咱会当 quote 来称作圣经数字学啦，吼。迄个40是有意思的，对遮来。只影婚教过7日，过7日来放出来。7表示完美，也是期满，这是对遮出来的吼。完美也是期已经到，期已经满。随上，阁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上帝祝福第7日，创世纪第2章第3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7这个数字对圣经学者来看，嘛会当解说做上帝对伊创造世界的祝福。所以这几个数字拢甲后来圣经内底咱真侪读到有关系哦。所以咱会当拢讲，咱读到这个数字，其实有伊背后的故事甲意义，拢对遮来。创世纪第8章13节到1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到拉阿601岁，正月初一，地面的水拢干，拉阿拍开大船的挂，看到地面已经干。2月27，土地拢干啦。大水伫地上150日，然后中。消退嘛150日，然后阁有几段听候的时间，所以简单来推论讲，拉阿600岁即冬啊，即岁
拢伫大船顶头来渡过。伫那啊时代，伊互人看做是异人，这是一种荣耀，总是相信伫伊个时代，那啊也互人看做是怪人，一个怪人嘛，完全甲别人无啥共款嘛，就亲像切斯特顿这位英国的神学家甲作家，伊安尼写，伊讲。一个有坚强信念的人，常常互人看做是怪人，因为伊无缀世界转变，伊敢若亲像爬去袂叮当的星，看下骹的世界，亲像迄个一直咧叮当，一直咧动。人伫这个世间的人，所有的人拢讲我真正常理智啊，只是因为因拢互流行的代志感染，只是因为因互世界卷入一个搁一个的取笑，敢毋是呢？咱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搁一个取笑，权力为着权力取笑，一个搁一个。金钱为着金钱取笑，那啊拒绝互世界，甲世界共款，是直到今仔日，咱搁咧讲这个故事主要的原因。总是事实上，经文内底真侪关键的经节，拢无交代那啊的反应。伫大水的故事内底，那啊拢点点咧，我毋知咱有注意到无？一直拢点点无讲半句话呢。当伊听上帝安尼来交代，嘛无问上帝讲这要哪做啊？嘛无求问，嘛无求情，嘛无呼求上帝的怜悯。当大水过了后，拍开大船的挂咧看，嘛无懊恼，嘛无感谢，拢无。伫大船带一冬的伊，无怨叹，嘛无因为伊过去所活迄个世界毁灭来悲伤。咱唯一伫这个故事内底读到的，是上帝怎样看那啊，以及对那啊的评价，就是伊是义人，甲上帝伫迄个时代做伙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亲爱兄弟姊妹，圣经清楚咧对咱讲，那啊只是这个故事的细卡的啦，伊是整个故事内底上细的啦。上帝才是主角，伫这个故事内底。那安尼，上帝做主角，透过这个故事要对咱讲啥物话呢？伫罗马的时代。当时的人掠做宗教是附属伫城镇、家族，就是种族的。所以，假使当时若搬去其他的城，会家己造家己的家神，厝内底的神，然后去到迄个当地，嘛会拜当地的守护神。实际上，即种情形甲台湾的宗教现象真类似。过去咱拜有可能是家己的神，嘛有可能是别人的家所拜的神，然后通常嘛阁会走去当地的土地公去拜。传统宗教对头到尾拢甲社会、政治、经济脱离不了关系，所以伫传统宗教的人。因袂讲我信神，因会讲我要拜神。因会讲我要拜神啊，我要拜神，因为神毋那一个尔，我爱拜过来的神。因为安尼，不只是那啊，对一开始上帝的百姓就互人看做是怪人，因为因相信一位看袂见。
超越时空地域的上帝。上时毋若相信，迄个相信的意思着，搁爱照伊的话去行哦。所以，遮个人实在有够奇怪。伫旧约时代，上帝百姓是异乡人，是流浪的。当基督教会成立了后，使徒行传11章第26、12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门徒叫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的。基督徒是安提阿的外邦人，铁笑即群人为因所号的。换一句话来讲，迄个基督徒叫做原文的原来的意思应该讲迄群缀基督的笑的，是安尼哦。原文的意思是安尼哦，毋是原文的迄个内面的意思是安尼，因为伊咧铁笑迄戆的空的基督徒，听有意思嘛吼？基督徒戆的空的，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基督教会甲基督徒对头到尾，拢互人看做真奇怪的人。总是即群奇怪的人，带互这个世界是革命甲运动，同时也对当时到现在的文化产生极大的冲击。因为基督徒，咱会讲兄弟姊妹对无？外邦人听起来，听伫咱耳孔内底真奇怪呢，甚至误会掠做是乱伦呢。基督徒会守圣餐，所以一开始互人误解讲一群咧食人肉、啉人血的一群人。伫耶稣的进前，袂捌有即款的一群人遮尔奇怪，就亲像新约家是安尼描述，伊安尼描述讲异教徒争名大利，基督徒却看做是虚幻的荣耀。异教徒认为这个送香人是应该的，总是基督徒帮赞送香人寡妇。异教徒拒绝接受女性，基督教会却接纳两性，甚至搁接纳奴隶。教父特土良是安尼讲，伊讲。伫遮尔多反对的人面前，互咱上特别的所在，是用听的行动去关心遐需要的人。正人会安尼讲，只要看到基督徒，就会看到因是遮尔三疼。总是后来基督教会上大的问题，毋是面对遮个反对的迫害。或是患难，基督教会上大的问题，颠倒是甲政权挂钩了后，变做成功甲顺利。所以萨默维尔伊就安尼写基督教会伫历史顶头所犯的罪。伊讲是日军、宗教裁判所、宗教战争。迫害遮个惊有术的奴隶制度、种族主义、压迫富人人、反对犹太人、反对科学，遮个拢是基督教会传统，遮个基督教会罪。因为安尼，切斯特顿才会安尼讲，伊讲教会若要互上帝称作义，毋是因为教会无犯罪，人嘛共款哦。毋是因为基督徒无犯罪，是因为因拢犯罪，是因为咱知影咱是有罪的人。当教会若袂记起家己是罪人的事实，就会袂记起咱拢需要悔改。人其实是雕工去若袂记起，袂记起是上帝创造一切。也袂记起这位公义的上帝要施行审判的关联，因为安尼彼得才会安尼诠释讲，彼得后书第3章第50到第6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
因故意无视这个事实，就是伫古早天对上帝话受创造，地是对水嘛用水来形成，当时的世界是互水因巴来毁灭。上尾即句话就是咧指哪阿的大水啦。伫那时代的人，因雕工，迄个翻译真特别吼，故意无视。我讲我若要翻译，我会翻译做雕工袂记节。因雕工袂记节，上帝雕工袂记节是上帝咧掌权，毋是人。所以上尾才会引起上帝用大水来灭一切。你着用安尼来劝解遐个踢笑上帝百姓的人，伊认为到新约的时代，到伊的时代，人嘛是安尼，用共款的心态故意无视，这个是上帝伫基督内底的恩典，故意无视，雕工袂记真。天地是上帝所造，也互伊来审判。所以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才有即段真出名的经节，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好，上尾最后的主恩慈伊答应要做事，因为伊毋是在恩慈。是在容忍忍，无爱有人灭亡，爱逐个人拢悔改。彼得写这段其实是伊当时照民间的传说，讲上帝互挪亚造大船，造120吨。造120吨的原因，就是要延迟，互迄个大水莫来。看会使莫来袂？上帝是安那要延迟伊答应的代志？因为伊袂捌放袂记即人，总是人咧。过去的人雕工放袂记即上帝，今仔日咧，亲爱兄弟姊妹，咱咧，咱敢毋是共款吗？咱敢毋是犹原共款？雕工放袂记即上帝吗？所以咱要安怎来会记即伊的恩典呢？人只有法度用悔改来回应，只有悔改才会当互上帝称人做义，也只有悔改才会当见证着上尾是上帝互地打，是上帝互。耶稣基督定死伫十字架顶所施行的怜悯甲恩典，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帮助阮，因为你知阮的本性，阮时常雕工就袂记即，故意无视、无看你所创造的世界。雕工看袂记日，你才是上帝，阮毋是。求上帝怜悯帮助阮，求上帝也帮助阮，互阮会记日。每一日，阮拢爱学习悔改认罪，因为阮知这才是阮会当见证你为阮开救恩大门的时。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信息，这是咱三角内面回应的信息，第621首，621首，勇敢坚固信徒，勇敢坚固信徒。
起立，请吟全首。勇敢遍过心头，看呀遍干口，无论何海天苦，我救主，虽不是放得起，我更那无用的。对其他所听话，用天下地路，路着牛滚上面，士兵的防御，条条龙河才刚，心永为热闹。虽然不得对天，要不可出连天，也挂天心魂大，有天下地路，有主心魂八方，你相信方丈。我在家境多年，看现家言行，免要士兵放下，我换遍看呀，为人的心魂大，有天下地路。请坐。奉献，即时咱请赵美珠甲尹丽芳两位执事来施献。现在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遐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搁一摆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用诗歌来学习你的尊名。
款即时也因为奉献淡薄钱银，也为着你的圣工所用，求主你欢喜甘纳。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坐，请坐。报告，伫要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顺序单的头前的第一页遮。我读一遍，请兄弟来读2遍。有人想讲主缘伫伊答应要做的事，其实伊毋是伫缘伫，是伫用稳忍，无爱有人灭亡，爱逐个人拢悔改，必得互事3章90，请。有人想讲主缘伫伊答应要做的事，其实是伊毋是伫缘伫，是伫用稳忍，无爱有人灭亡。爱逐个人拢悔改，必得互事3章90。有人想讲主缘伫伊答应要做的事，其实毋是伫缘伫，是伫用稳忍，无爱有人灭亡，爱逐个人拢悔改，必得互事3章90。请掀开周报的第1页。遮有服侍的内容，甲周间的聚会、主日学的聚会、教育部的课程，请兄弟来注意家己的服侍。周报的第2页是小会聚会表，甲12月份家庭礼拜的聚会表，甲主日奉献的明细。奉献楼顶搭，请往办公室6楼更正。请掀开周报的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12月初10是大港节的第2主日，点大港节第2支信心的蜡烛。第一场是新任的中集，欢喜场是香港的新朋友。第2024年下半年度事工协调会伫中昼12点半伫701室召开，请中集各团契首长同工出席参会。第3， 12月份定期中集会伫事工协调会结束了后来召开，请中集出席参会。中集会后散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下主日12月17是大港节的第3主日，点大港节第3支喜乐的蜡烛。第一场是新基体，欢喜场是得胜者团契。教会消息：2024年的月历，请到4楼的交易厅来签名领取。第2，请各区的区长往办公室领取65岁以上12月份生日中正的关怀礼券。具体的消息。本会500姊妹的爸爸吴振昌先生伫11月18安歇主怀，要伫12月12拜2上午8点50伫台北市的二滨景仰楼3楼遐举行告别式，请关心大岛安慰遗族。第2，本会李水莲姊妹安歇主怀也已经伫12月初5举行告别礼拜，也请咱关心甲大岛。第3，本会东区全姊妹安歇主怀也已经伫12月初9举行告别礼拜，也请咱兄弟来关心大岛安慰遗族。教界的消息，吴佩慈牧师就任真理大学校牧受职的感恩礼拜伫12月15日拜5下晡3点15伫真理大学大礼拜堂举行，也请咱大岛教会有准备一台游览车，也请要参加的兄弟到4楼广播拿登记。中昼伫12点半伫教会集合然后12点45要准时开车。其他的消息，桃园合作社李干事会伫
今日中昼12点伫701室召开，请李干事出席参会，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直接来介绍第一遍吼，即个文彤的爸爸妈妈伫咱中间，因是台南新兴教会吴雅斌兄弟甲谢淑娥姊妹吼，请因徛起来好啊，互咱来拍拍欢迎伊吼，欢迎若无伫台南来到桃园吼，就欢迎来阮中间。来毋若做人客，教会来遮拢是做主人，做主人，阮上帝帮咱扶持就好，请坐吼。第二项嘛来昨昏等区全姊妹的即个个别式到昨昏中昼，到安放为止。爱多谢咱兄弟姊妹有真侪的关心甲带导。所以我要请家族、遗族拢徛起来好，逐个意思讲多谢咱大家，不管有来参加无来参观，甲咱拢用祈祷的心因，求上帝怜悯也保守，祝福互青儿兄家属转去美国的时阵嘛会当顺利平安，请坐，请坐。愿上帝稳定持续，我要邀请咱大家持续为着这个家族来祈祷。帮咱扶持，因为陈华山即事即摆搁伫病床内底，求上帝特别怜悯高手，也爱真正爱多谢遮个家人吼，有真侪的关心甲照顾，求上帝特别扶持，甲即个家庭做伙伫地。我伫遮来简单宣传咱教会圣诞节的活动，对昨昏暗时开始，就展开第一场的报佳音。所以咱伫线落来几若礼拜内底，咱拢会只要有报名的，阮就会偷偷走去来咧报佳音。真正是偷偷去到个电火就泡暗，阮就对路口笑入去，就安尼尔啦吼。然后为着咱的厝内底祈祷，咱免准备啥物货啦吼，就是准备人就好，准备人拿出来，做伙欢迎，做伙。领旨上帝伫每一个家庭出世，我想安尼就会使。愿上帝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上尾咱有即个23号的暗时，咱会伫咱的教会有圣诞的即个暗会，以及24号咱有圣诞的赞美礼拜。咱将遮个拢交代互上帝，也求上帝特别怜悯。保护，互遮个过程拢一尽顺遂。上尾我要吩咐咱几项，搁一遍诶牧师诶老念啦吼，就是要邀请咱兄弟姊妹爱会记即一礼拜过三位一体的生活。三位一体就是参加一场礼拜，至少参加一场礼拜，至少一个团契，或是小组，以及至少一个服侍。假使咱也会使。请咱开始邀请咱大家嘛来做，当然除了三位一体以外，搁一项，假使咱也愿意，请咱用过程奉献来为教会祈祷。奉献其实就是一个为教会祈祷上实际的方式。阮知影接受到奉献的某一个意义，就是有人咧为着教会咧祈祷。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用规定的奉献的方式来表示咱的祈祷。愿上帝稳定就甲咱做伙伫地。上人信息第387首，信息第387首。请起立。眼更显亮。
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祝歌。田乐别倒。平安的声，兄弟互相请安，耶稣听你。